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2月1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房屋税明年是毋是会冻起，或者是调降？议会梅花盟的成员包括王家珍、洪玉峰、蔡淑慧、李中庆，甲新加入的蔡玉辉以及新科议员李定国等人，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一方面要求新市长上台进前要讲个清楚，另外梅花盟嘛呼吁。上介好是维持伫个第一档54%，另外回溯民国90年嘛，希望会当取消。黄市长，议会梅花盟成员包括王家珍、蔡淑慧、洪玉峰甲李中琴，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会长首先感谢乡亲的支持，向大家深深一鞠躬。另外嘛，欢迎2位成员蔡耀辉甲新科议员李正国的加入。会中6位成员嘛，秀出台南市。伫个105到108年的房屋税比较表，议员认为，既然54%到65%只增加2亿，呼吁新任的市长，每年的房屋税应该冻涨，上好维持伫个54%就好，唔通阁去到81%。至于回溯到民国90年继承的部分，嘛应该取消。如果你真的是要选择跟台南的民众站在一起，你不是骗台南民众的感情跟选票的话，我们觉得你一就职，你一上任，你就应该马上召开民怨四起的所谓的不动产评议委员会，赶快修正我们的房屋税，明年不要再跟我们涨的81% 了。至于前面2年超收的部分，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分期分段来还给民众。你不需要为了延续赖清德一个错误的政策，把百姓弄到水深火热的一个状况。我们希望你能够听从民意，把房屋税冻涨这个部分，能够在你任内召开临时的评议委员会。因为房屋税是属于地方税，只要地方政府同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新的政府，台南市新的政府能够听取民意的心声，把房屋税冻涨。我们的主张这数据底下，就是调涨54%，可会当加收14亿5400万。我无赞成65%。第三，回溯一定爱未当共回溯。房屋税规定3档一届，佮你照房屋税法伊爱守法，无迄个佮回溯讲90年7月7日。对此，市府税务局主任回应：照你讲，3档开一届的不动产评议委员会是袂用个改的，只用个等待108年重新会议。才用个变动，不过议员洪玉峰嘛记民国102年并届会议竟然决定当时无要调起，为何105年的会议搁要追溯到民国90年？根本就是个讲话无算话。对此，联名的成员除了呼吁新市长就任以后，要赶紧召开并届委员会临时会，呼吁冻涨房屋税加取消回溯。还违则讲清楚说明白，房屋税还违则讲清楚说明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云门舞集45周年推出林怀民舞作精选，除了是创办人林怀民退休进程重要的舞作回顾，嘛是要带领观众看到云门无同款阶段的创作风格。虽然全台湾巡回票拢早就已经卖了，咱台南嘛无例外。不过上午林怀民也是专工来到台南，感谢观众热情的支持。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今年届满45档，除了成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象征，伊本人宣布明年底特别退休的消息，更是引起艺文界关心。上午特别来到台南文化中心宣传45周年的舞作精选，嘛是全台北中南最后一场的巡回演出。根据了解，伫台南这场其实1个月前票早就已经卖完，所以等于是抱着感恩的心，甲台南的朋友见面。我们一向咧做就是跳舞舞团，伫台湾、伫国外，其实
是一个手段啦尔。我希望大家生活会当，像咱拄仔讲的安尼，大家过得较好，迄个精神的迄个世界。我今仔讲啊，敢若是政府派来吼。嘛，这是真是一个感觉，所以我感觉，这45年要结束的时，我感觉讲，总算开始看到希望，就是说地方上要翻盘。刚刚我们讲到说精神上生活的不足，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北的差距。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对林老师都是充满了崇拜、仰慕之情啊！那老师对台南其实关照非常非常的多。我记得那一年九歌的重新的开箱展，的表演，也是在台南文化中心。哇，我觉得当时候给台南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就是说老师的开箱戏就是选在台南文化中心来这边演出，所以当时候也没有辜负了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哇，票房之好，连续3场的一个演出，哇，场场都爆满哦。所以我想，台南对老师来讲一定有一份的感情，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林怀民5座精选，北中南高雄，台南是老师特别又放进去的哦，而且是把它放在压轴。云门舞节45周年经典的作品，嘛等于是林怀民选择退休进前最后回顾。伊希望透过舞者的肢体，展现云门无同阶段的作品风格。伊表示，虽然退休以后袂搁再跳舞编舞，不过重要是现代舞团要延续经营，要由少年人承担，毋是老一辈。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自细汉就到咧学习音乐的赖莹莹，伫咧前往奥地利学音乐有成，回来到台湾以后，就成为一名优秀的钢琴家。但是赖莹莹心中犹原藏着另外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画家。总算伫咧6年前，伊开始学画图，伫伊不断拍拼学习之下，到好伫咧南台别院的林间大学。举办了伊第一届国展，美丽作品，咱透过镜头做伙来看卖。将小提琴、钢琴等乐器拢写实的画出来，尤其是图画当中迷人的光影，互人忍不住停下脚步，好好慢慢来欣赏。这是赖莹莹伫咧投入6年的时间，学画图有成了后，首度的个人画展。赖莹莹也来表示，伊学习到的透视比例尺的画法，互画出来作品大大进步。其实我在这一次的个展当中，我想要表达的是肖学明老师给予我这一把的他发明的透视比例尺，所以在我在绘画的当中，可以将这透视最困难的画法，然后来呈现出来。这也是在透视方面解决我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所解决了之后，对于我绘画能更有胜任、更有把握。会当邀请到画家赖莹莹来展出伊第一届的个人画展，南台别院的主持满洲法师感觉非常光彩。他将音乐带入绘画中，一幅画就是一曲乐章。它谱出一幅一幅充满节奏感的作品，它让我们从音乐中呢听见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色彩温度，也让我们从色彩中看见哆来咪发嗦拉西的流动音符。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感动。赖老师的作品呢有几点感动，第一个不忘初心。第二点，坚持到底。我们在欣赏赖老师的作品同时呢，我们不禁呢为他的不忘初心和坚持到底的这个精神所感动。他所展现出的不只是在音乐跟美术的成就，他更展现出生命的价值跟深度。就如星云大师所说，人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只要呢不自我设限，就可以开启自己的无限可能。
最终可以获得丰富精彩的美好人生。互心中的音乐化作彩色，展现伫咧图纸顶头，来引领的首都个人画展，也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好好欣赏。咱的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清境学校家庭教育学生主题创作精选活动已经迈入第5档，创作的主题以着家庭教育为主。这个对全台南国中、国小以及幼儿园所收集的1000多件作品当中，竞出了33件得优。即日起将伫咧永华市政中心2楼展出。一寡小朋友所画图，记录下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时光。亲像是去动物园佚佗、去渔湾掠鱼啊等等，这寡拢是国中小甚至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作品。因运用着缤纷的色彩，画出因伫咧家庭当中体验过的幸福时光。现场33件作品，更是对全台南寄来1000多件作品当中竞出来的特优作品，大家民众慢慢来欣赏。从今天开始到13号呢，在我们永华市政中心的2楼大厅这边呢，展出我们今年度家庭教育的这个学生主题创作的作品啊。那最主要呢是希望能够传递家庭爱与关怀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能量啊。那其实这些作品呢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孩子们呢他们是从他们家庭生活当中来取材，而且呢展现了他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各样的这个题材跟诉求那这些作品呢是从1256件作品当中呢甄选出来33件，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期待呢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到永华市政中心呢来参观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将这个绘本的电子书呢放在我们家庭教育中心的网站上希望呢没有办法到场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带着您的孩子呢一起上网去下载，一起共同呢来阅读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这个绘本，将家庭的爱跟这个家庭的关怀呢不断持续的传递。这挂作品将伫咧12月10号到13号，伫咧永华市政中心2楼来展出。展出的现场也提供绘本来阅读，也欢迎市民朋友前往欣赏。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伫12月8号，利用台南市立棒球场这个场地，来举办了一场相当特别的圣诞公益活动。该活动邀请了嘉义、台南、屏东等等总共9个偏乡地区，将近200位的长辈甲孩童做伙来同乐，互因会当提早来感受到圣诞节的幸福气氛。这小朋友用尽心思打扮，用创意的造型来进场，古锥的雪人造型以及圣诞礼物的装扮，吸引了全场的注目。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这届特别借用台南市棒球场这个场地来举办喜乐圣诞、幸福有劲的活动，嘛请来到统一师棒球队高人气的球星郑凯文甲唐兆廷上台来表演，互台下济粉丝真难得会当听到因的歌声。
成立到今年拄拄好是40周年的统一企业社会福利基金会，今年度的圣诞公益活动，就是希望让长辈甲学童会当做伙欢乐，对趣味的互动当中，感受到圣诞节欢乐的气氛。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40周年，那么长期以来我们都聚焦在有关我们急难救助的一个服务工作。那么这几年来，我们也将我们的服务的范围把它扩及到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偏乡小朋友的一个课舞班跟才艺班。那第二个步是我们针对我们目前台南市的一些所谓社区的一个老人食堂、长辈食堂这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这2年来大概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大概每年都会举办大概3场比较大型的有关的活动。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将我们所服务的这些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偏乡小朋友的学童，把它齐聚一堂，大家共同来参与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譬如说我们端午节的活动、我们中秋节的活动，以及像这一次类似的圣诞节的活动。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将我们的长辈跟小朋友把它集聚在一起，然后透过我们的整个活动的设计，包含我们的创意进场，包含我们的才艺表演，以及老少搭配的一个闯关活动。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设计，让我们的这些参与的对象们能够得到一些第一个团队合作的关系，第二个是有关感恩、知福惜福的一些社会价值的一个传递。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要的一个精神目标。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秉持着处伫社会、用伫社会理念来回馈社会。因也鼓励企业内的同仁，伫咧工作以外，嘛爱积极投入社会服务，来创造一个充满爱的台湾。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正月12月份，嘛是圣诞节来临的时刻。后火车站大圆柏背后，伫咧百货广场举办2018爱的圣诞节公益点灯活动。除了为圣诞树点灯，互广场变作儿童欢乐城以外，业者也延续着历年来的传统，为偏乡150名绿色孩童募集礼物，互因买当感受着满满幸福。伴随着盛大的舞曲，台顶芭蕾舞班的小朋友拍拼来表现出因练习相当久的舞蹈，也互现场气氛拢炒得起来，互人感受着圣诞节真正来到啊！大湾东百货延续传统，伫咧圣诞节进前来进行着美丽的点灯仪式，欢庆佳节的来到。我们今天当然圣诞节总是喜欢送礼物，送一点礼物。礼物不见得一定要很贵，礼物是表示一个心意。你要有这个心意，你不管怎么讲，你要给你爸爸妈妈，甚至于你画个图也可以，你要给他一个礼物。那么爸爸妈妈喜欢要买一点东西给你，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以这个角度讲，在这个过节的时候，要有这个表达。业者也秉持着过去良好的传统，准备了侪爱心的礼品来赠送给总共150名偏乡的小朋友，并且伫咧8号这天带因四界去佚佗。远东集团善尽着社会责任，让这寡偏乡的小朋友买当伫咧圣诞节感受到满满幸福。今天玩的一天快不快乐啊？谢谢徐董事长，好不好？其实今天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包括我们空军其实第一战术联队小朋友去看，有去摸飞机，有去看飞机，有去逛百货公司，度过了充实的一天。这就是远东集团发挥爱心，在这个充满爱心的台南市能够点起耶诞灯、耶诞树，让大家心中充满爱。所以我要祝福各位好朋友耶诞快乐，新年快乐！小朋友多1岁，然后但是更加的快乐，好不好？谢谢各位。那圣诞节其实是一个爱的季节，我们希望透过圣诞节这样的，能够提醒我们更爱我们周边的人，更爱我们的家人，也更关心我们身边弱势的，关心我们身边需要关心的朋友们。
这届因帮助了8间偏乡的学校，总共150名孩童。这个孩童也抱着满满的感谢，不但写了真侪感谢的卡片，也伫现场大声向着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表达感谢之意。现场气氛温馨又感人，嘛显示出圣诞节幸福的真正意义。咱的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南台佛光童军感恩茶席，9号伫咧佛光山南台别院的大斋堂来登场，总共114位的孩童，因抱着感恩心甲欢喜心，打拼来成为一个做好事、讲好话、存好念的善孝童军。因着亲像一粒一粒善念的种子，象征着台湾未来希望。人数总共114位的南台佛光童军团，9号聚集一个大斋堂，甲南台别院的满洲法师做伙同欢，举办一年一度南台佛光童军感恩茶席。满洲法师面对这一个又搁一个台湾未来主人家、台湾未来希望，也勉励因爱学菩萨慈悲又搁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在佛教经典里面，经常可以读到童子、童女，有所谓的善财童子、庙会童女，而这个童子呢，所代表的就是他有一颗不自私、不自利的心，而且呢，愿意无私无我的为大众服务奉献，有如佛陀的这个慈悲心、智慧心跟菩提心。所以呢，我也期许我们南台童军的每一位童军们都能够本着佛陀的慈悲心、智慧心、菩提心来奉行三好，发挥正面的力量。这摆了满满一道，拢是南台佛光童军因一冬来的成果展现，嘛是因成长过程当中进步甲学习上介好的证明。让孩子们上佛光山，跟着我们所有的世界各地游行的队伍一起进行新春游行。孩子们呢表现得无比的欢喜，而且我们孩子今年也参加了很多地区的国际童军活动，让他们在面对全国童军服务员的时候进行分享。我们发现，只要愿意给孩子一个舞台，孩子就可以渐渐学习，充满他面对未来所有困境的信心。这是一个无比的荣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加入南台佛光童军团，孩子的未来是值得期许的。一寡小朋友伫咧童军团内底参与的过程，也拢有无共款的体验。然后在这6年期间，我从国小3年级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高1。然后我国2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就是不想来，因为觉得很麻烦。可是到了国3，课业比较重，然后呢，会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舒压的环境。然后来到这边，可以跟所有朋友一起互动、一起玩耍，觉得非常开心。南台佛光童军每一档拢有真侪服务的工课，甲参与着国际活动，互囡仔有真侪成长的机会。嘛，热情欢迎着有心人士做伙来加入南台佛光童军团的行列当中。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温度20度至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来收看12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